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8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出来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审判。拄到一位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姊妹，教会姊妹，伊见若拄到人就足积极来传福音，甚至会当讲安尼小可互人比较有压力安尼的热心啦伊手中呢时常摕着伊家己写一寡文字，伊所拄到的人来传福音。就真正亲像保罗所讲的，得时不得时，拢得爱传福音啦伊的精神基本上真值得咱来学习啦但是有一寡做法讲法却值得咱来警醒提醒的。伊因为时常被人拒绝伊就发展出一套家己的讲法。你到落尾才会无愿意接纳的人讲，如果你若无信，倒会去落地狱啦这种的讲法，将伊的热心传福音的工作完全拢消灭掉迄个功劳甚至会递到着真负面的感受，互人更较坚定拒绝接受基督的信仰。事实上，审判权无在伫人，乃是在伫上帝。有人问牧师讲：你看，迄个某某人敢会当上天国安尼其实牧师的想法是讲，咱应该先问家己啦，是毋是有下伫上帝的标准？因为审判的主权在伫上帝。以色列人伫约瑟的时代，因移民到伫埃及，当这时呢，受到埃及的法老王大大的欢迎，也亲像贵宾安尼的对待。但是经过400多年了后，以色列伫埃及的人口增加，这是因为上帝互因的应允啦互因的民族渐渐来强盛。原本地只有70个人，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大大增加，因不但人数增加，更加是一个真勇的一个民族，互这个地主国埃及开始紧张，开始惊吓。圣经今仔日经文记载，真简单的记载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情形。伊讲雅各的囝，逐个带因的家眷甲雅各做伙来到伫埃及。因的名是鲁便、西便、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迦得甲亚设。雅各的后代拢总70人。约瑟已经伫埃及。约瑟甲伊的兄弟，以及因迄代的人拢死毋过以色列人生团真济，非常的强盛，遍满着迄个所在。以色列人是埃及的危险咱并毋知。但是咱照着圣经的记载，看到当这是埃及法老王。不但是因为无搁再认捌约瑟，更加是将以色列的人口壮大当作一个真重大的威胁。伫昨昏主日的经文的中间，咱也看到一个毋捌约瑟的法老王，开始有计划想要来灭掉以色列人。因此就交代接生婆爱将拄出世的以色列查甫婴仔来杀死。
虽然伫政治上来看，法老王伫埃及有绝对审判的主权，但是法老王真正拥有审判权吗？值得咱有机会对后面的记载继续来看、来分辨。耶稣基督伊也捌教导这个军队者毋通随意来论断别人，因为论断就是一种的审判。保罗嘛是安尼来教导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伊讲，所以恁这的审判人的，无论你是甚么人，拢袂当来杀责任。你批判别人是在批判家己，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家己嘛拢着去做。保罗的口气真正是真严格啦吼！伊讲论断的人会是袂通原谅的。保罗为什么安尼这严格呢？伊继续讲，咱知做这款代志的人，上帝会照事实甲因来审判。不但安尼，保罗阁提醒基督徒，事实上，咱经常咧论断人，想要审判别人，拢是家己的问题啦。伊讲诶，你这个人哦，你批判别人做这的代志，家己嘛去做同款的代志，你想你会当闪避上帝的审判是无？还是讲你看轻上帝极大的仁慈、宽容甲吞忍？你敢毋知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你硬心你毋悔改，是得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受气吗？这个受气会伫以公义审判迄日来显明。保罗劝勉基督徒讲，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也会坚持做好事，追求荣光、尊贵甲袂败害性命的人，上帝拢会赏赐因永远的活命。也会自私无尊趁真理、去趁不义的人，上帝的受气甲刑罚会临到伫因。所有做歹的人会受到患难困苦，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不过所有的好人会得到荣光、尊贵甲平安，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上帝并无偏袒人。上帝会照伊家己的标准来审判人，按照伊公义的标准来审判人，并且上帝的审判是公平。咱若对伫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真侪时阵人真急想要来论断别人。还是讲真爱论断别人、审判别人，其实拢是要借着一种来甲人缀甲加落去，来肯定，还是讲举家己做怪。就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安尼的论断、审判人，上帝就要用相款的标准来看咱。事实上，上帝是要用伊的标准来审判人，迄个目的是要互人蒙福来得救，毋是为了要来救助人。就算是讲因无愿意接受救恩，那么应该的爱将这个审判的主权交互上帝。诗篇第8篇
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婴仔甲婴仔的嘴唱出来。你要去做封闭这个对敌，要消灭对敌，消除冤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啊，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想事用光尊贵做花冠，互伊滴。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互伊有权柄支配一切，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甲活物。上主，阮的上帝，你的威严普及全地。求主帮助阮用上帝的标准来看阮家己，来看人。将上帝的听甲公义来甲人来分享，帮助阮无家己骄傲，愿意将救恩甲人来分享。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